以色列更精準打擊哈馬斯，以保護平民。喺加沙南部拉法，傷者緊急送院嘅情景，星期四繼續出現。當地有民居遭到以軍空襲，造成幾十人死傷。同樣位於南部嘅加沙第二大城市漢尤尼斯，亦都有民居遇襲。有民眾話已經受夠戰爭。有醫護話喺持續轟炸之下太危險，因此好難將所有傷者送院。以軍星期四發放片段，顯示總參謀長哈列維視察北部加沙市嘅舒加艾耶，同喺當地作戰嘅軍官一齊評估局勢。路透社引述目擊者話，以軍連夜喺舒加艾耶等多地都加緊轟炸行動。以色列防長加蘭特話要消滅哈馬斯，以軍喺加沙嘅戰鬥仍然要持續幾個月。紐約時報就報導，美國正推動以色列喺今年年底之前達成戰術轉變。I want them to be focused on how to save civilian lives, not stop going after Hamas, but be more careful.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星期四到訪特拉維夫，會晤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。內塔尼亞胡感謝美國提供軍火，重申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定要繼續戰鬥，直至消滅哈馬斯。美國官員就透露，沙利文同內塔尼亞胡討論咗以色列由高強度作戰行動轉向減低強度，並且對哈馬斯實施更加精準嘅打擊，但拒絕提供時間表。無線電視記者朱少麟報道。海洋公園透過人工受精繁殖出瀕危嘅魔鬼魚品種牛鼻鰭，係全球